選擇做 online，另外仲有一個原因，其實個好處就係可以有一啲喐動嘅嘢俾人睇，譬如可能我可以拍一個開盒嘅文章，譬如我有幫一件產品，我可以由佢開盒嗰一刻開始已經喺度拍啦。咁嗰一刻佢拍，咁其實即係等於個觀眾係同步去睇你點樣去開嗰盒嘢，究竟裡面有啲乜嘢咧？咁同埋譬如可能以前可能做雜誌，譬如好多一啲產品嘅測試咧，都係只係透過一個文字上高去做一個表達嘅。咁但係如果做一個網頁嘅話咧，其實有個好處就係我可以拍片，即係譬如試一個吸塵機，究竟佢個吸力有幾大咧？我單憑數字可能啲讀者未必知道嘅，但係如果佢睇到譬如我吸一啲好大件嘅雜物，或者可能一啲好大件嘅垃圾，佢都吸得到，咁即係佢個觀眾係有機會去了解得到佢個吸塵機大概可以吸到啲乜嘢，比較係生動一啲咯。咁亦都係我諗係一個新媒體，比以前一個偏 media 嘅分野就會在喺呢度咯。呢一個係需要有一啲竅門嘅，即係因為嗱好多時一啲網站咧，如果你純粹係經營一個網站咧，會比較難去有一個觸發率係，即係等啲人去揾到你嗰啲嘢嚟睇嘅。咁所以就要透過一啲 social media 嘅一個社交平台去做一個宣傳啦。咁好簡單地，其實你需要係一個 social media， 即係例如以 Facebook 為例，香港通常以 Facebook 係比較流行啦。基本上應該咁講係全球嘅網媒都需要透過一個社交平台去做。咁點解用 Facebook 咧？係因為香港冇選擇。我諗呢個 depends on 究竟嗰個人有幾大投資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你用自己嘅錢去做 startup 嘅話咧，當然你可以有一個好靈活嘅方式去做啦。你可以好快咁去 startup 得到。因為你知道你自己有幾多錢去做嗰個 startup， 咁但係個壞處就係你真係用緊自己嘅錢啦，你燒緊自己嘅錢去做咯。咁你咧？我係用自己錢嘅。確啲講，你係想講嗰個收入嘅方式同埋營運，點去營運呢一個 media run 係啊，佢點 run 呢件事係。我諗大部分嘅 media， 只係 new media 咧。佢嘅方式都係透過同一啲唔同嘅品牌去做一啲合作，去做一啲宣傳，而去令到嗰個營運係有營收嘅一個收入嘅。係啦，咁因為喺呢一個網媒喺一個新媒體上高咧，其實你好難可以攞得到你讀者嘅錢嘅。咁而你可以做到嘅就係要透過唔同嘅品牌或者唔同嘅客戶。去做一啲宣傳，可能一啲共同嘅宣傳啦。咁譬如可能幫佢做一啲拍片啊，一啲製作嘅工作啦。咁同埋去做一啲可能產品嘅測試，做一個報告，咁令到啲讀者係知道可以更加了解佢嘅產品，而幫助佢去推銷佢、行銷佢嘅產品。呢個我諗係比較大部分嘅收入來源。我諗主要流行嘅方式係有兩種嘅。第一樣就係本身透過媒體同品牌之間嘅關係。咁點樣可以建立到關係咧？就係可能你一開始係喺一啲活動喺佢哋啲產品發布上高，去認識到有關嘅負責嘅人啦，可能一啲 marketing 或者可能一啲宣傳嘅部門嘅人啦。咁而去透過你係需要時間去建立一個關係。另外嘅一個方法就係透過一啲叫做廣告 agents 去做嘅。咁呢一個方法會係比較簡單啲，係可以開始到有一個收入咯。因為嗰啲廣告 agents 嘅本身同品牌係有一定嘅聯絡，有一定嘅關係嘅。咁而你一個新起嘅網站，
如果你係可以吸引得到嗰個廣告嘅 agency 去幫你去 sell 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好快咁已經有收入，即刻買咯，即刻買，即刻買咗佢，唔存在我對本身做呢樣嘢有冇感情。但係你唔覺得會變質咩？即係嗱，因為嗱，其實或者咁樣講，唔好話完全係收購先。佢話我要投資，咁但係你仍然係 in charge 嘅喎，我係 investor。咁嘅話喺你嘅角度，就可能會係變咗嘅咯喎，你明唔明啊？咁嗱，投資同收購真係要好謹慎咁去諗嘅嘢。如果佢只係一個投資者嘅話，我就會睇下佢個投資個成分同埋佢需要做嘅嘢。如果佢係投資係包括咗佢需要影響咗我哋一個叫做編輯自主嘅嘢嘅時候咧，我諗我未必會去接受呢類型嘅投資者。